點睇？如果兩張卡合併，所謂嘅方案叫一卡通行優惠不變，你又點睇呢個改動？又或者點理解呢？又我自己係非常之樂見係咁樣嘅，因為而家啲老人家即係又帶樂悠卡又帶長者卡，其實唔係咁方便。咁其實嘅功能上咧，雖然頭先阿羅文你講係有啲唔一樣啦，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長者嚟㗎啦，即係無論你揸樂悠卡都好，但係始終你我覺得未來咧，可能包括我哋呢啲嘅交通運輸工具咧，都要睇齊嗰個優惠嘅變化咯。因為而家我哋係長者卡，即係65歲先係有一啲長者嘅優惠嘅。咁即係譬如未來咁合併咗之後，係咪即係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又好，唔同嘅商業嘅機構都好咧，都以呢一樣嘢為拍齊嘅標準，咁對於長者或者對於我哋推動嘅銀髮經濟都會有進一步幫助啦。其實本身有冇都聽過坊間或者啲長者反映係咪真係兩張卡太多啊？又或者合併咗個好處又係啲咩？有冇都聽到佢哋點講嘅？其實啲老人家都成日講嘅，都帶兩張卡都唔係咁方便，因為有陣時佢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，又話要出示長者卡，有陣時出示樂悠卡，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唔係咁方便，因為佢哋一嚟記性唔係咁好啦，咁有陣時出街又未必會帶齊兩張卡，所以如果你話二合為一咧，其實係對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方便，又唔使咁煩惱冇記性帶樂悠卡。第二樣嘢咧，其實對於商戶嚟講咧，因為樂悠卡始終係電子化，咁提供優惠咧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咧，對於未來我無論係商戶又好啦，老人家又好啦，都有好大嘅幫助咯。